行政會議通過九巴加價4.9%，下個月中生效，平均每程加3毫子。政府話喺調整九巴票價嘅時候，已經考慮咗市民嘅負擔同埋接受能力，加幅亦都係低過通脹。九巴就話對獲批加幅表示極度遺憾。黃啟俊報導。九巴獲行政會議批准，下個月17號起平均加價4.9%，低過原先申請8.5%嘅加幅。加得最多嘅係上水至打鼓嶺嘅79K 路線，要俾多4毫子，加幅達到7.5%。而7成半嘅乘客每程就大約要俾多唔超過4毫。3毫子你買得乜嘢先？所以咧應該嚟講咧，都加價都冇所謂，最緊要服務要好。無奈要俾咯，係冇話你負唔負擔得起嘅問題。呢啲佢講到落嚟啦，你係嗰個數目你就係要俾噶啦。政府話審批嘅時候已經考慮咗多項因素。如果我哋睇今次嗰個加幅咧，可以睇到咧，如果跟剛才我所舉幾個比較點啦嚇，無論係喺2011年5月上一次加價以嚟嘅，無論我哋睇通脹率，我哋睇嗰個家庭住戶嘅入息嘅變動我哋睇好多其他嘅參照嘅指數咧，4.9都係偏低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話對乘客嚟講唔公道。政府話，即使九巴加價之後，財政狀況仍然艱巨，會同巴士公司合作，提升巴士路線嘅效率。有時從一啲用巴士嘅乘客嚟講，有咗路線最好就唔好減啦咁。但係我哋從整體嗰個資源、整體服務嘅有效嘅運用角度嚟睇咧，就如果真係個使用率低嘅，個載客量少嘅路線呢，我哋就無可避免呢，一定係要作出一個處理嘅。九巴就對獲批加幅表示極度遺憾，因為呢個係完全唔足以抵消巴士公司嗰個龐大嘅開支啦，包括係人工嘅支出，包括係隧道加價嗰個成本，仲有呢就係國際燃油價格嗰個上升嘅幅度嘅。九巴強調已經將巴士車身廣告收益全部計算喺收入上面，但就冇回應路訊通嘅盈利應唔應該入帳。九巴對上一次加價係喺2011年，當時申請嘅加幅亦都係超過8%。政府喺審批嘅時候就削減咗超過一半嘅加幅，最終只係獲批加3.6%。南方頻電視記者黃啟俊報道。